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係蔡俊理牧師。今日咧又要用7分鐘同大家講一節嘅金句。咁啊，請大家睇哥林多前書第10章13節啦。聖經話：你們所遇見嘅試探，無非係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信實的，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。在試探嘅時候，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，叫你們能忍受得住。咁啊，照保羅喺呢處所講咧，試探唔係少數軟弱嘅信徒咧先會遇到嘅問題，而係每一個嘅基督徒咧都會面對嘅一個屬靈嘅戰爭。嗱，喺哥林多前書10章第1至到第12節呢一段咧，就回顧翻以色列人佢哋曾經喺曠野嘅經歷。佢哋曾經蒙受神嘅拯救，經歷神蹟，又領受供應，但係卻仍然喺偶像同埋埋怨等等嘅試探中咧係跌倒。咁啊，所以屬靈嘅經歷咧係唔能夠使人咧免受試探嘅。無論你侍奉嘅年日幾長都好，都唔能夠保證你係永遠唔會失敗嘅。認識自己嘅軟弱，反而係我哋得勝嘅一個開始。所以面對試探，真正嘅保障咧，唔係我哋有幾咁嘅堅強，而係咧神係信實嘅。嗱，呢一個咧係成節金句經文當中嘅中心。所以神咧係冇應許信徒咧從此就可以唔使受呢一個嘅引誘，卻係應承我哋唔會喺試探當中離棄我哋。所以勝過試探嘅信心唔係話我一定唔會跌倒㗎，而係話神係信實嘅，我要依靠佢站立得穩。所以神呢總會喺我哋受試探嘅時候為我哋開一條嘅出路。呢一個呢並唔係表示呢佢立即就會將試探拎走㗎啦，而係佢會使我哋能夠忍受得住嘅。有時候嗰條嘅路呢係離開犯罪嘅環境，但係有時咧係叫我哋想起咗一句神嘅說話。嗱，有時咧亦都係向一個屬靈嘅同伴咧係求助，以致我哋得到幫忙。有時咧係喺呢一個嘅誘惑仍然持續存在嘅時候，點樣選擇嚟到順服神？所以試探咧可能係好強勁，但係佢卻唔係咧唔可以抵抗嘅。我哋可能咧係好軟弱嘅，但係我哋卻唔係孤軍作戰。神嘅信實使我哋喺每一次嘅試探當中，仍然有信服佢嘅可能。嗱，教會歷史裏邊嘅一位偉人係一位教父，叫做奧古斯丁。嗱，當佢年輕嘅時候咧，才華出眾，佢卻長期咧都被情慾捆綁。咁佢自己知道自己嘅生活需要改變。內心咧亦都好渴望真理，但係仍依舊咁樣一次又一次咁樣被試探咧係拉走咗。咁啊有一次咧，佢聽見一段嘅經文，《羅馬書》13章13至到14節。嗱，經文提醒佢唔好再荒宴醉酒，唔好好色邪蕩，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，唔好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。嗰一刻，佢唔再同呢一個嘅試探咧討價還價啊！佢卻係決定要離開過往嘅生活。嗱，呢個就成為咗佢生命重要嘅轉捩點啊！所以咧，王爾德佢曾經咁樣講：我什麼都能夠抵抗，就係抵抗唔到誘惑啫咁。咁呢句説話咧，好似係帶有幽默感，但係佢講出咗人嘅真實嘅一個光景，就係單靠意志咧。我哋好多時咧係會高抬咗自己。信徒勝過試探嘅秘訣咧，唔係信自己係唔會跌倒，而係承認自己嘅軟弱，依靠信實嘅神，佢咧係會開出路，讓我哋立時咧選擇嘅時候就能夠得勝。所以喺我哋生活嘅裏邊，最容易反覆出現嘅係邊一種嘅試探呢？我哋係唔係已經認識自己嘅軟弱，並且主動咁樣離開嗰啲容易使我哋跌倒嘅環境呢？
當我哋靠住聖經、良心同埋屬靈嘅同伴嘅提醒，停止啊咁嘅時候，我哋係唔係願意立即走去神預備嘅出路，而唔係繼續與試探討價還價呢？請大家低頭同我一齊祈禱啊！親愛天父，我承認自己嘅軟弱，亦都容易喺試探當中跌倒。感謝你，因為你係信實嘅神，總冇離開過我。求你使我警醒，認識自己嘅弱點，喺試探嚟臨嘅時候，讓我倚靠你，並且勇敢走去你所預備嘅出路，選擇聖潔同埋信服。奉主耶穌嘅名求，阿門。如果我哋嘅視頻對你有幫助，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哋嘅視頻，並且敲響個鐘仔。請你以奉獻嚟支持我哋呢個視頻發展，因為我哋實在好需要。咁下一次再見啦。